好，真搞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3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台北嘅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4月29昨昏，有一个人死亡，是一个40岁的女性。目前，这个食物中毒案已经有4个人不幸过往。那宝林案有35例通报，目前也有2例在加护病房。宝林地色晚北 A13店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搁加一个当前死亡个案，卫生部处长王必胜证实，一个40岁女性伫加护病房抢救1个月了后，也是因为真侪器官衰竭，致使病况恶化，家属忍痛同意不爱搁急救。病情是非常严重，然后包括这个感染的部分啊，器官衰竭的部分，那已经是呈现一个不可逆的状态了哈。那所以就是很不幸的过世。根据了解，29透早新增加的死亡个案是伫3月中去宝林食鸡啊，转厝了后有胃吐，也甲落成的镜头送医治疗。抢救过程病情有较转好，不过后续出现严重的感染，病况恶化。目前宝林案到即马累计通报35例，其中4例死亡，也有2例也伫3种甲万丰病院加护病房得救治。3种这一位非常低度的意识，也是有一些感染，不过他并没有这么的严重，可能在评估所谓的患感啊。万丰医院那个是移植后，目前的状况比他移植前好一点，那肝脏有些许的功能在恢复。伫这个宝林中毒案，原来有一个基质治疗好的重症患者，伊就是黄淑君，伫加护病房22天，虽然肝指数捌悬到180，不过伊无放弃希望。伫4月15治疗后出院，伊是头一个宝林案重症出院的患者。基本上那时候是连眼白都不见了，那就是黄疸非常严重，点滴是从早打到晚，然后药就是3餐。是想到说我还很多的梦想，就是没有达成，那我一定要活下来。因为这个案35个患者内底有33个人验出邦克利酸阳性，有南这总铺大便采验结果检测嘛是阳性，不过到目前为止，拢也查无邦克利酸的源头是啥。台北市员刘彩薇伊就公布，这间餐厅2个总铺师拢也无总铺的执照，有南这总铺原来无参加过卫生讲习。第4位死亡案例了，还是你们认为宝林不需要有厨师执照啊？我们还是会在讨论跟请相关的单位判定。刘彩薇讲，食安爱为源头管控，呼吁台北市食品安全助理条例应该增加有登记营业餐厅，像百货公司、美食街等，至少爱有一个总铺，爱考掉丙级的总铺执照。记者综合报道。亚垃圾控制署全国大专校园运动会昨昏嘛传出那亲像是食物中毒案，因为有选手伫饭店食早顿食煞，感觉身体无爽快。到站9点，计共有10个人身体无爽快，内底有9个人有去互医生看，目前也有2个人留店急诊。来关心科查人员是有专工去选手所在的饭店的灶骹去采集嘛去调查。即马已经先依照食安法要求饭店爱停止提供食食，停止2天。即马爱先做好规区的消毒和清洁。若是准讲确诊有影是食物中毒案，就会依照违反食安法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金。高雄的汉来海港餐厅巨蛋店嘛发生食物中毒，已经有52个消费者食煞了后身体无爽快。业者表示，这2天拢会暂停营业，加强员工的训练。27天餐厅门口就公告暂停营业。汉来海港餐厅巨蛋店原地互市府要求停业到28清宵，即马佫自主延长2日，直接停业到4月30。也毋过另外一间分店依然正常营运。我们已经用很久了，几乎是1个礼拜没有事都会在这边用餐，所以很放心啊。有民众认为2间店无共，免受过烦恼。也毋过巨蛋店通报身体袂爽快的人数，对27头一摆有病医通报3人走北顶胃肠镜头了后，28早起变36人，到暗时已经超过50人。29早起9点，佫增加2人。市府表示，这患者是食26下晡茶，甲暗顿佫有27中昼顿。相关疫调及采检检体样本课正进行微生物培养检验中。卫生局强调，业者应依据稽查结果落实执行缺失事项改善计划。
疾管署表示，苹果、红菜头汁、青蚵仔、沙西米、甜蜜薯、冰淇淋、沙拉、甲冰格等红列做可疑食材采检，不过市府强调疫调甲检体样本搁咧进行微生物培养检验，结果也未出炉。汉来是回应讲，搁自主增加停业2日，是希望确保消费者的安全，嘛加强训练内部员工的食安教育。有计搁停业的这2日，受影响的人客大约1800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早起，各地也是一份好天，也毋过下晡开始，风面就要瓦紧啦，所以明仔载会变天。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北部下晡一时，风面就会瓦紧，水汽就变较济，各地落雨机会拢会提悬。中部以北、宜兰花莲，也有山区会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也若东北部，也有大台北山区有机会出现较大阵的雨。受西南风的影响，今日各地天气也是高温小热，高温有32度至34度。也若南部瓦近山区，也有东南部高温是有机会降悬到36度左右。台东今仔日有可能会透小风，中昼左右，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拢是高温黄色的灯号。也若明仔载开始，风面要通过北部。东北部天气就会转凉，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嘛爱说2短时间内的强降雨。也若今仔日伫金门和马祖云较低，大雾会影响能见度。金门马祖早起能见度已经无到200公尺。今仔日是也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气象署嘛表示讲，刷落来佫要变天啊，因为黄霜雨头一阵风面要到位，今日暗时开始落雨的机会拢会豆豆变悬。拜三、拜四受风面影响上界明显，等到拜五风面离开，水汽变少，天气才会恢复稳定。拜一烧热的天气，互真侪人超短短裤出来穿，甚至野山炸日。不过气象署表示，春天的天气在变化真紧，刷落来黄霜雨头一波风面，拜三就要来啊。拜二日时虽望和拜一变啊烧热，不过拜二下晡开始落雨的几率会豆豆啊提悬，愈晚天气是愈无稳定。那最大的降雨时间预估就是在周二的深夜，一直到周三的白天这段时间，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水汽也是明显的增加。那预估在整个西半部及宜兰花莲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那特别留意这种锋面上都容易会有对流性的降雨出现哦，短时间内降雨强度是非常的明显，伴随雷击及强阵风。温度的部分，拜三、拜四受到风面影响，全台湾的温度拢会降真济。上高温中南部大约27至28度，北部24度，甚至有可能更较低。明天的话，白天各地高温还是来到30至32度。那随着明天下午过后，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哦，可以看到一直到周三、周四这段时间哦，各地温度都是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红色线。白天的高温会来到24度或以下哦，所以在一整天温度是逐渐的下降，会来到周四的清晨，最低温会来到21度左右。气象署表示，拜五方面豆豆离开了后，虽望规港各地头也是侪云的天气，不过水汽减少，落雨会以东部和西部的山区为主，温度也会反烧热，上高温30度左右，一直到拜六礼拜透东南风，除了东部会有阵雨，其他地区拢会转做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继续关，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交通部自本是提出10项无要开放予民众检举的交通违规，也毋过即马经过调查立委的讨论，有几6项有保留落来，即马是同款会当检举，包括讲占用身心障碍车架，也有违规停车共停伫人行道，也是斑马线，计共有5项民众也是会当检举，上紧伫6月份会开始实施。来看《中国时报》。内政部长林佑昌伫昨昏有风声讲，伊有答应要甲里长的事务会议内底的年尾奖金这一项提悬变做1个半月，安尼就当领7万5。也毋过是互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批评讲，这是伊在落任进前为着个人的政治前途乌白开支票大放送，嘛要求中央爱出来讲互清楚。来关心自由时报。
主计总署今年会公布，今仔日会公布第一季国内生产毛业 GDP， 因为第一季出口的表现真好，所以按算经济成长率会超过6%。所以呢，伫今年 GDP 就有希望会当向顶悬来提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希望会当挑战3.5%。另外，主计总署自8时嘛公布家庭的财富分配，2021年年底家庭财富平均是1638万，中位数是894万，不过大约嘛有71%七成的家庭是比平均数还佫较低。那进一步来看，在头前2成好嘅家庭和尾啊2成较善的家庭，因平均的财产就要差要66.9倍。第一大日头下骹，将一粒烘好的番薯，照大细放好，搁称重装袋啊。伊是55岁大亲妈妈朱女士，因为爱洗厝，还佫有2个囡仔爱饲，7年前伫社福团体协助之下找到出路。毋过真热时阵，为早起徛到暗时，煞赚无1000块，生活是真安。因为现在的利润不到一半，下雨天也不能卖，然后天气热，你看像天气这么热，没生意啊。过30年，主计总署阁公布家庭财富分配，2021年底家庭财富平均1638万，中位数894万，差到71%家庭比平均数较低。家庭财富今年系数是0.606，比澳洲、英国、日本、法国等国较低。前10%家庭平均财富5133万，后10%家庭平均财富只有77万，差距高达66.9%。吉尼系数越低越好，或者是从我们第5等分位的占比跟第1等分位的占比，种种的 indicator 就是指标，我们看起来我们的相对程度都是高于世界上有发布这项统计的各国的。就是说2021年在疫情期间其实这个远距商机呢拉抬了，比如说像我们电子零组件的出口啦，自动性产品的制造跟出口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内需型的服务业呢，跟其他的传统的产业呢，其实呢都是表现非常的不理想，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在相关从业人员他们的所得差距的一个扩大。主计总署表示，这摆后10%家庭财富平均只有77万，主要是予负债户家庭抵消掉，也就是受股价大落、消费信心受负面影响。那假是用倍数来算，除了德国无法度算，日本无公布以外，澳洲是93.1，英国109.5，南韩140.1，法国高达617.4，台湾66.9，贫富差距无排除有关会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去年9月份基泰建设伫台地的建案，因为施工出问题，害附近的徛家起去。即马经过检方7个外月调查，发现讲基泰建设根本就无照度施工，搁且搁有相关单位偷改监测的数值，甚至搁有监造人含技师假影到现场去勘验这问题。专案检方即马已经侦查终结，是甲基泰建设社区的护理，也有涉案的建筑师，计共有5个人起诉。我基于这个责任，我宣布辞去基泰建设董事长一职。建案有看到基泰建设高层捌公开会议咧，去年9月基泰台地建案施工，海州回民提办立，经过7个外月调查，检方至到定结，以违背建筑施工规定罪嫌，起诉基泰护理曲成宏、工地主任丁博雄、建筑师王德兴等5人，其中3人被检告建请法院中当量刑。邱姓、张姓被告于侦查中誓词狡辩，推卸责任；王姓被告之辩解亦含混其词，3人均未坦诚犯行，且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巨。拍开资料，检方指出，作为工地负责人的社区的护理等人，无按图施工，将高度60公分的连续壁私下求水正做50公分，也无顾监测数值，超过警戒值连续赶工。涉案的建筑师等人无到场勘查，所惊有教会签名用刑造假。搁早如何案发进前捌反映厝损坏，也毋过基泰篡改监测数据，该量测措施达暗坎。就是觉得说，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好像都一直被他们被基泰骗来骗去的，就好像一直跟我们讲房子没问题啊。结果后来才发现，哇，原来好像有很多所有状况都没跟我们讲。
面对孙林事件，有做好表示一直受骗，各批评其台后续处理消极。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双方协调无成功，会继续处理。台北市政府出来强调，专案建造审核孙林、申诉等监管处人员实务疏失，会检讨行政责任。其台就回应专案是意外，案发了后也积极面对，努力善后。认为检讨的侦查结果部分甲事实无符合，感觉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即马是丰城北京有计划想要招3000个陆军官校的校友去广东具体的黄埔军校去参观访问。体育会主委房世宽昨昏就表示，中国无资格办这款活动，中国的目的干那伫咧统战尔。今年是黄埔军校创立100周年，传出北京积极筹划陆军官校的校友6月16前后到广东省广州黄埔军校具体参访，佮设定100团，每团大约30人的目标。也毋过体育会主委房世宽批评，中共无资格办黄埔100年，佮较充满统战意识，唔相信有3000人会去。中共到底有没有资格办黄埔100年？当然没有资格。但是他要办的话呢，是统战的意图。假设3000人去了，那你既然那么喜欢那边，你干脆就不要回来了嘛。房世宽强调，某一寡企业要去对华的体育人士，并袂当代表全部台湾人。要去对华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的陆军体将吴淑怀表示，无接到相关邀请，家己会参加高雄凤山陆军官校活动。海洋蛙兵体育人员协会证实有收到邀请信息，也毋过未派人参加。我们有接获这个讯息，我们的立场应该是不会派人，也不会参与。现任的弟兄还都蓄守在金马这一线，那既然我们是退役的人员，我们自然就是他们的后盾。我基本上不会去。中共这活动基本上它是承认中华民国，承认黄埔军校。我想可能会有黄埔校友愿意去，但是绝不可能到3000人这么多。中国唔拿强化对台统战，也加大军事施压。就算国民党立委访中期间，中国又话一直交代，攻击甚至把我境家人只有37海里，对台出发两个落伍。体育会主委房世宽认为，共军唔拿是对台威胁，目的也咧向国际宣告实力。记者综合报道。也来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又带团去中国访问，拄转来台湾，昨昏伊嘛有开记者会。鲍坤基是强调讲，这届伊去是专讲想要推动官公交流，要降低两岸紧张的关系。面对中国即马单方面宣布开放福建会当去马祖旅游，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认为讲，中国开放的范围伤小啊。也来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积极讲，这拢是传统好势的政治戏出，伊嘛要求鲍坤基有含中国讲啥，就要甲民众交代要清楚。国民党立委组团到中国访问29点开记者会，党团总调鲍坤基讲，这届破冰之旅，毋若推出关公，还佫降低两岸紧张关系，呼吁孙总统赖清德爱勇敢面对两岸关系。不过，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质疑，这是国共讨好的政治大戏。更希望赖清德总统当选人能够勇敢的面对两岸关系，必须要来改善。我们必须让民众远离兵凶战危。这是早就密谋好、串通好的政治大戏、政治骗局。柯文哲必须回答的，你看嘛，王沪宁密会谈了什么？换了什么？南委访中了后，中国是宣布开放福建省居民到马祖观光。福建省推出新一波惠台13条措施，开放部分东西产品输往中国。开放20个试点城市网络申办补发附带证。各大班提出开放两岸30个航点甲海空客运直航。鲍坤基爱行政院一天开放15000至2万个陆客来台。不过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希望两岸会当转来到原来平台沟通。交通部长王国材认为，敢若开放马祖实在伤小。它的幅度或者是它的这个作为呢，内容呢，并不符合我们预先的这个期待哈。但是呢，我们仍然很乐见呢，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台湾的呼吁呢，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所谓对等，就是用疫情前的这个水准嘛哈。这是团客全面开放，自由行47个城市，那。所以我觉得它是虽然有善意，但是这个幅度太小了一点。中国这届并无开放到金门旅游，金门旅宿业者真失望，也有可能是因为渔船并船案的影响。
我们在猜想，这一次应该是我们的金门之前的一个传染的一个事件，所以引发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对中国要关护花莲地动灾民组合处，内政部处长花建群表示，灾民的安置后续的方向是扩大提供住处，若说也无够，组合处是选项，不过目前无遐尔着急要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的海关总署受对外宣布讲，伊要开放咱台湾的文旦会当进口去中国。即马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满岛的农民拢真肯定。不过嘛有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是批评讲，中国先禁止才开放，放毒的是因，解毒的嘛是因，拢是因的主意。园仔内文旦树才当咧结果，农民把司机赶紧落肥。不过今年满岛文旦开花状况无啥好，佮加上落果的状况济，有农民暗算今年的产量应该会减。即马佮传出中国拍算要准咱的文旦进口，农民普遍拢认为讲这是一条好消息。是期盼，而且也是期待的。因为就是对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帮助的。这2年外销都大陆没有做，好，那就转往其他国家。好，那如果说大陆又重启开放的话，相对的就是整个台湾的文旦油的卖压会降低很多。事实上，满岛文旦有9成拢是内销，中国开放进口佮加一条通路，不过对满岛文旦来讲影响无大。很多国家很多，我们就在做进行那个外销的这样的一个推广了。因为讲爱蛮爱蛮不爱，所以我们是觉得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就是大面向的多元的多国的推广的话，其实对我们农业来讲也是较好玩的。两岸本来就是要朝向融冰、朝向彼此和解、朝向彼此包容的方向走。简单讲，放毒也是因，解毒也是因。中共是以农工政权起家的政权。但是呢，老是喜欢拿台湾农民来开刀，老是喜欢欺负台湾农民。虽然咱的文旦会使去进口去中国，不过农民期待也是要稳定市场。若是连买卖量计价拢无稳定，才真正是伤害。加上台南阁有真侪好的农产品，亲像山啊、往来等等，嘛希望会当互中国消费者有机会食到。民代嘛呼吁中国尊重台湾兄弟之邦，停止军机了台，促进双方平等互惠交流，才是正面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钱有关系，这是古巴的政府伫去年有强制推动数位货币，鼓励大家用电子支付。也毋过呢，这个政策就和当地人用钱的惯势无共款，当地人也是介意用现金，而且有一寡店头嘛无想要用电子支付。毋过即马因的政府限制纸票，而且嘛无要印大张的，意思即马连银行拢欠现金，民众若是要领钱，拢爱排队。古巴民众伫 ATM 头前排列等要领钱，不过 ATM 的机台毋是显示钱无够，就是伫维修。有人排几落点钟嘛领无半仙钱。古巴政府为了阻止失控的通货膨胀，加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透明度，以及对货币流动会当有更较大的控制。2023年推销数位货币，要求使用古巴比索交易。店面甲民众嘛拢爱用电子支付，不过这无下古巴人惯势早一支一支钱出门，才有安全的感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店头也是无接受电子支付。国家一直扩大的财政赤字，政府限制大面额的纸票印制，而且通货膨胀使得物价愈来愈悬。古巴人需要更较侪钱，才会当买到生活用品，所以就算因的手头有钱，嘛无愿意放伫银行。这样一个原因，使得银行面临现金欠缺的困境。En el último dato que aparece en el marco estadístico, el 70% de ese dinero está en efectivo y solamente el 30% está en los bancos. 因为古巴比索伫古巴境外无价值，所以这届经济改革煞致使汇兑波动严重。本来古巴政府用固定利率24比索兑换1美金，为了降低民众对外币的需求，变做120比索才会当兑换1美金。不过即马伫乌市起价350比索才会当兑换1美金。政府的货币政策颠倒使得经济压力更较大。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来关心苏格兰的首席大臣尤沙夫29宣布要请辞，因为伊甲这和绿党的联合执政协议理调无被照片照行，引起当地的政治乱象。议会伫这礼拜拍算要进行对伊无信任的投票，伊直确定讲无人甲支持了后，家己先请辞。
顶礼拜因为气候政策问题，领调甲绿党的联合执政协议，苏格兰首席大臣尤沙夫伫引起一礼拜乱局了后，自告宣布请辞。Unfortunately, in ending the Butte House Agreement in the manner that I did, I clearly underestimated the level of hurt and upset that caused Green colleagues. For a minority government to be able to govern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trust when working with the opposition is clearly fundamental. 原本苏格兰议会这礼拜要进行无信任投票，尤沙夫确认无法度过关了后，宣布辞去苏格兰民族党党魁甲首席大臣职务。39岁尤沙夫去年3月底才为施特金手头接党魁甲首席大臣，暗过施特金先函贪腐见交代，重创苏格兰民族党。和尤沙夫上任了后，爱兼顾联合政府的进步派甲党内保守派意见。苏格兰民族党已经执政17年，暗过根据这个月进行的民调显示，若举行国会选举，工党支持率超过苏格兰民族党，40年来第一摆。Absolutely delighted to set Scotland back years. Not surprised actually, quite honestly. So we'll see who else comes in, but I don't vote SNP anyway. So. 苏格兰议会爱伫28天内选出新的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前党魁史文尼甲过去尤沙夫竞选对手福布斯，拢被看作是可能接班的人选。那到时阵，苏格兰民族党依然无法度推出一个赢得到议会支持的新党魁，议会就要面临解散改选。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德国都负抓到涉嫌替中国收集证据、收集情报的人员，甚至还有一个嫌犯是英国国会议员的助理。外国媒体即马就分析讲，这显示中国的情报网有可能已经侵入欧洲的政治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初5到5月初10，伊要去法国、还有塞尔维亚甲匈牙利这3个国家要访问，这嘛是伊5年来第一届去欧洲访问，目的是要强化和欧盟还有中国的双边关系。来关心俄战争已经拍2冬外，最近就媒体公布一张卫星相片，讲掠到有载北韩武器的洛西亚的货船，伫中国的港喙咧靠岸。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讲，伊无了解这件代志，也毋过伊嘛讲，这也无违反国际法，和美国嘛无抵代。来关心墨西哥的首都，当地时间28早起，有一台巴士，那亲像是超速在顶车，有造成18人死亡，31个人重伤。另外，伫秘鲁嘛有一台巴士摔落山谷，造成23个人死亡，10多人重伤。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台南的正副议长贿选案，伫昨昏是1审宣判。民进党籍的台南正副议长邱年年，还有林志典，还有国民党的市议员李文俊、李定国等10个人牵涉在内，不过因10个拢互判无罪。伊是真感谢司法行刑公道，也不过检察官检方即马讲，收到判决书了后，要研究上诉。谢谢大家。深清一曲中，邱丽丽有点仔忝，暗过心情总算放轻松。台南政府议长贿选案日到下晡1审宣判，因贿赂妨害选举未遂等罪嫌，做了起诉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市议员黄丽娇、李文俊甲李定国等10人，拢判无罪。郭在清与林志展讨论相关的情资传言，邱丽丽提醒林志展勿向媒体透露民国配置政党可能性等内容。依检察官所举证据，不足证明邱丽丽等人有贿赂及恐吓的谋意。法院认为，通话内容无法度认定邱丽丽等人是不是涉犯贿选。2022年底议长选举进前，议员彭旭峰和林书记请上车，要求卖出席或者是卖到过信量。照彭旭峰等人的证词，也无法度认定是恐吓。判决的结果，那也表示尊重，不过承认甲社会期待有落差。这个有对价关系较明显的。有够有暴力介入，够有监听到这么多证据，我们只能说，前礼拜可能传讲无罪啦。起诉案件到现在，我事实上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是我今天真的是感触非常的深刻。邱丽丽甲林志典分别感谢司法行因的清白，因为两人伫调查期间，互民进党停权3年，1审判无罪了后，议会党团也马上诉求党中央恢复两人党权。正义到来，恢复党权。
开春行为调查起诉到1审法院，经过差不多1年4个月，即嘛判决出来。台南市府表示尊重司法甲议会处理，南京市表示收到判决书了后，会建议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海岛国家，真侪人真介意呛水。若去海域保护区呛水，千万就唔通去捡海底物件，这是违法的。昨昏就伫宜兰的乌石港，有2个去呛水的民众，偷偷捡125粒螺仔，互海巡去掠到，上悬会罚15万。本所同仁执行巡逻勤务，于乌石港一字堤查获潜水客及有采捕行为。全案依渔港法第18条第1项第4款，函送行政院农业部渔业署。这2个去呛水的民众是去宜兰的乌石港偷偷捡螺仔壳，海巡发现因捡125粒，要求因家这个全部等去海里，因为即马违反规定互掠到，会罚3万块以上15万以下罚金。综合报道。今日台北的大巨蛋已经启用，当时会当办演唱会，外界拢真关心。台北市议会昨昏有举办公听会，有邀请唱片界业者和卖票的业者。毋过业者是认为讲大巨蛋收费的方式无合理，办演唱会场城是无上限、无限偌济，这影响举办的意愿。野球相关的团体嘛认为讲大巨蛋的租金无分平常时啊和假日，所以才会致使讲普通时啊拢无人要租。去年12月，歌手谢金燕伫台北大巨蛋担任阿金赛开唱嘉宾，尾仔都无歌手徛上台北大巨蛋演唱。歌手周杰伦进前表明，想要伫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伫大巨蛋唱歌，歌手罗广仲自教出席活动做回应。有人想听我唱歌，我就会去唱。台北市议会日到举办台北大巨蛋公听会，找各产业界代表出席。到底台北大巨蛋敢会使办演唱会，变做焦点议题？针对晚上今年1月，甲台北大巨蛋演艺56类单场抽成，为上侪735万改做无尽崩。唱片业甲卖票平台讲出心声。规模能够大，其实也就是因为它成本也很高。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今天场地场馆方的收费标准是一个没有上限、抽成没有上限的，那对于这一个艺文产业其实是相对不友善。关于抽成啦、票价等等，我想我们必须要先解决目前的限制，处理这个问题之后，当然未来我们都会进一步来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进前台北大巨蛋伫变更设计时阵捌有弹数，若做要办非运动比赛，要办演唱会，都要先解决弹数限制。行政管理程序，我们可以确认将来如果做演唱会或者做其他的非体育场馆活动的时候，它是可以确保它安全无虞。会把这样子的热情、还有想法跟声音都带回去，来做一个内部的讨论。针对台北大巨蛋的未来营运，专家表示，以当今大巨蛋来讲，都加1年做400工用当作经营客户。台北大巨蛋爱多元化经营，60成的久长。我们不单单只是经营一颗蛋，而是经营整个的一个商圈。你需要商圈活络，你当然第一个精彩的赛事，合理的一个收费。台北市体育局表示，当年拢会办理台北大巨蛋营运绩效评估甲考核，若做连续2年无达到70分，台北市政府会当依照契约要求远雄停止营运甲解约。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甲镜头来去新北市的瑞丰。瑞丰遮的高东仔是世界真出名的猫仔村。2021年开始，新北市的动保处有伫遮成立猫仔公所的筹备处。咱若遮的猫拢有户口。昨昏呢，高东仔遮的猫仔公所已经正式成立啊，而且佫有选出一只猫仔来做所长。去互人甲一个揪揪，这才是拜一先赶做高东仔鸟公所所长的陈公仔饼。高东仔的鸟世界有名，这也捌去互 CNN 竞做世界6大看鸟仔的景点之一。2021年，新北市动保处伫遮成立鸟公所筹备处，将高东仔的野生鸟仔入户口做登记管理，也提供绝育、医疗、领养等等服务。拜一鸟公所正式成立，新北市农业局表示，希望游客毋若介意鸟仔，也爱学习正确的互动方式。希望讲，咱游客，咱遮的带遮咱所有的人啊，
盖疫苗以外呢，嘛爱来讲呢，了解讲安怎哈啊饲苗啊，甲苗啊做伙，上重要是讲啊，咱爱认养啊，不弃养。高档仔鸟公所是新北市其中一个领养点，毋但是高档仔，其他所在若有适合领养的鸟仔，也会送来这边，互有兴趣的民众领养。新北市动保处表示，除了提供领养的服务，动保教育原来真重要。这届公所成立，伊嘛找少年人团队合作，设立电子导览装置，游客毋但通为地图熟悉高档仔的鸟仔，也通透过趣味的操作，了解和鸟仔互动时爱注意的代志。我们可以透过点击猫咪的方式，像是我们点到猫咪的头部或猫咪的尾巴，或者说其他一些地方它不舒服，那我们可能带出一些提醒的讯息，可能提醒民众说不要这样触摸，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新北市动保处表示，真欢迎大家来高档仔鸟公所领养鸟仔，不过千万唔通来这放散鸟仔。因也表示，今年日本新本县上天草市已经和瑞丰区签署交流协定，也指定来高档仔这参观。高档仔已经豆豆啊成做世界魔幻鸟仔村，希望未来透过济交流和观光发展，提升动物的领养率。记者刘新武、谢桂林，新北报道。2024学校午餐比赛，台中的青海国中用清水在地米糕，也有当地在地的农产品，该放入去营养午餐的菜色内底，即届摕到冠军。在评审检查每一个选手的衫了后，各组选手赶紧开始比了。台湾学校午餐大赛决赛自8日台北开始，今年主题是以五蔬五行特别推广素食，选手爱在90分钟内做出3菜1汤。想说小朋友喜欢吃的食物和在地有什么食材可以代表清水去参赛，所以营养师就想了这3道菜和1汤，这样去参加比赛。台中市青海国中用清水沙煲、番薯、韭菜加豆米来做菜，将改良版的大米糕加清水农产品做菜，如意菜丝、香丝、油滚2、3把、鲜果杏菜结合鱼丸汤等，得到评审额度，得到冠军。吃在地食当季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好，然后并且我们都会选择有机的食材来入菜。好，那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好吃健康，够吃营养。我觉得很好吃啊，尤其是这个汤，我觉得很好喝，顺口的，越喝越想喝啊。青海国中校长表示，这种的菜色进前已经在学校做过，师生拢真喜意，尤其是米糕是清水较有名的小吃。发现学生对米糕也较真同感，这摆参加比赛都用师生拢感觉真骄傲在地特色出发。教育局持续加强提升学校午餐品质，并且以5元加码政策鼓励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食材，各校每周至少有1道有机蔬菜，有1次台中的蔬果、生鲜、农渔产品作为食材，以专款鼓励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有机食材。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今年配合中央推动学校午餐11项地区蔬菜类用有机或者是参照努力农产品。政府台中市学校健康饮食教育实施计划，在各校宣导健康饮食教育，让学生自细汉养成正确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台南北河的绿竹仔笋，即马长得大出，也毋过今年甲呾进前呢雨水较少，较无啥雨水，致使今年笋仔收成嘛无啥理想。农民就真无奈，表示今年产量上无有减4成半，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农民骑倒摆，甲拄挂好的农作物，再来农会运销中心准备通卖。绿竹仔笋当咧大出，本价量侪甲用发财仔，即摆煞侪人反映拢挂无，致使今年应该用机车仔就会使，产量参去年比减4成半，农民怨叹有史以来上严重。就那种卖发啊咧，水淹威胁嘛是卖发啊，落雨啊，甲迄两只较落，啊进前都拢无落啊。地3分地，阮一工会当挂差不多90斤啊，90斤无啦，拄啊挂一块3分地，较挂2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咯。上严重的。
农民指出，笋仔卖发主要和雨水甲气候无稳定有关系。就算即阵有落雨，也毋过落唔到时机，成长期未富期。白河镇绿地甲笋的面积550公顷，是全台产量上济。农民讲，这一冬才收成一摆，因爱落真济本，该开销基本的费用。虽然政府有公告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也毋过农会认为补助金额根本无够补贴。啊，你晓4万1啦，1公顷啦。4万块是你感觉无啥够？无够啦。安怎讲哈？因为这个一冬才收100尔，啊，若伊这个笋仔得发一个期限，收完就发无啊啦，弄个补贴吼斗3工，啊，甲这农民斗3工。这是政府定的啦吼，阮最近会再去评估看是这波的雨水是毋是影响到笋仔吼，还是讲对笋仔的成长也无帮助，阮会去持续关注。去年原产去北农的绿地甲笋有11公吨，今年到单才6公吨尔。农业局回应，产量确实有影减价真明显，尾酒因能够参农改场等相关单位继续掌握后续的状况。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过过2礼拜就是母亲节，真侪人会买剪种仔花送给妈妈。咱国内剪种仔花上大产地就伫中华的田尾。去年在播音的时拄着风台天，嘛影响着生率。今年的产量有减3成，所以继续会对得起。红的、粉的，阁有新品种青色的剪种仔花。过2礼拜就是母亲节，袂少人会买剪种仔花送妈妈。台湾剪种仔花种植面积大约30公顷，中华田尾乡就占23公顷，是国内上大的产区。农民表示，因为天气影响，今年产量大概减少3成。第一就是讲，咱种的时阵7月，咱新历7月就开始种，啊种了是讲叫大雨啦，啊迄阵我就刮雨来啊淡，就真歹，就较会死。上少也有差不多10分减到3分有啦。农民表示，去年新历7月剪种仔花发芽的时阵，拄着风台雨，影响育生率，花栽的损失就将近5成。嘛因为产量少，目前剪种仔花计销起码1倍。第一年吼，那这个时阵拢头伫个落点拢头伫5、6块，啊，不过今年吼，因为迄个花量有减少吼，所以计销有起来。目前市场的计销已经到10块啊，一支10块，就是100块左右。田尾乡农会表示，国内剪种仔花的产业价值大约1亿5千多万，其中彰化县占9成。农会甲农民北产，一年大约种20-30万支的剪种仔花，帮助农民找销路。农会也估计，如果母亲节剪种仔花会更较好价。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东非国家肯亚中部日到做大水，嘛发生水崩山，有造成45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也有10多人失踪。大水为山顶向下卡冲，树啊连根板起，路拢是落泥仔，厝也严重受损。那区路近麦马小镇，29个大水造成死伤，当局表示死亡人数恐惊会阁增加。Maji ikabomoa na nyumba na kulikuwa na jiko hapo, ikakuja ikanisukuma nje mimi. Nao watoto walikuwa next room, kufungua tu hivi wakatolewa nje na maji. 警方上开始一回大水是附近水坝放起，按过水利报了后表示是附近一条铁轨路泵坑和翠石查库，将物件塌掉咧壁开，真紧抢断铁轨路也害去。To make sure that citizens who are victims of climate change, who today are suffering floods, they are suffering mudslides, are looked after. 东非真济国家过去几礼拜因为暴雨，肯亚死伤真严重。坦桑尼亚有8人因为大水死亡，恐龙地有超过20万人受影响，公司新闻恩文林报道。因为亚洲即马真侪国家温度真悬，透烧风，其中菲律宾这几天高温已经超过40度，当地政府就宣布学校停课休高温假。教室有学生囡仔摕纸板做开线，一直热风，有人拍开随身的电风，希望赶紧降温。菲律宾最近因为有烧风，首都马尼拉的学生囡仔伫摄氏43度的环境上课，一直讲根本无法度专心。As in nakakapaso na po talaga siya ng balat, hindi po siya tulad ng karaniwan lang po dati na init na. 这群学生进前就因为新冠疫情延误读册，即马烧风到位，政府下令先停课，互因离毕业搁较远。
因为性影现象的影响，即马才4月，菲律宾一寡城市体感温度已经50度，增加青少年头型甲分期的健康风险。天课嘛，地区较散车地区的学生囡仔，佫较歹得到教育资源。换看南亚的棉加拉，受风已经持续1个月。这几礼拜的气温比起过去30年同期的平均温度高4度至5度。虽然当局有延长受风的警报，礼拜也是有一寡所在展开关几落礼拜的校园。学生囡仔拢爱忍受高温去好好上课，家长难免原来烦恼。মানে হচ্ছে এখন গরমের তাপটা বেশি, বাচ্চারা পড়াশোনা থেকে ওরা হচ্ছে অসুস্থতা বেশি হয়ে যাবে, কারণ প্রচুর রোদের তাপ।美国佛罗里达州礼拜有一寡劳工行上街头抗议要伫今年7月实施的禁高温保护法。美国去年一寡城市伫受风期间温度超过50度，拄到热伤害就医也是死亡的劳工因为安尼增加。福州有将近180万人伫做户外工作，新法说禁止州政府为这劳工提供高温的保护措施，亲像设立热日的所在，也是互因啉水甲休困的时间，引起劳工的不满。虽然总统拜登已经伫2021年下令推撒高温安全准则，不过离正式发布，恐惊都要过几多年的时间。公司新闻neu安编译。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咱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有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3度。外岛21度至30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